贯道兴义组义和盛法，爱祥单位，中影红助理全显力，佛堂重新开坛。先起炉。OK 好。请教育处副处长秀官全先起炉。台中国际加哦，这好。哦，这好几店台中买，足重要的足重。有一组啦，我提去那买100啦。kilo 啦。所以拢爱留一组啊。大内的赵坛主，杨护仁的亚田前线。哦，冠六优秀哦，冠六要帮忙江坛主。哦，杨典堂叔的太太杨坛主。哦，那kilo，要点香。点香，然后把那个香火用夹子嘛夹到那个炉中引燃那个供墨底下还有供墨，然后等一下插那个结缘香就可以点了。这叫做起炉。开设佛堂，仪式之前要先起炉起炉。哎，到无哦，要调整了哈。黄助理准备要重新开设佛堂，旧佛堂那个地缘重新整理以后，要重新开设佛堂。要先调顶上顶桌顶火，再来调下桌。看，起炉起炉。这最庄严的周公大礼，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个优良传统，周公大礼，最庄严最尊贵的周公大礼。佛堂有8宝，母咒灯，两仪灯。香炉供墨的，还有夹子。一贯道的道场佛堂的执礼人员穿的礼服，非常的端庄。要开设佛堂之前，先向点传师请示。这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，执行的礼叫做周公大礼，这是自古以来最庄严的周公大礼。开设佛堂之前，请吴处长先起炉。
拳到男生鞠躬，坤到女生鞠躬。诸位新生太太、小姐，大家恭喜！今天我们来求这宝贵的大道，向你真传，必须向上天表明一点诚心与敬意。现在道中准备了一些香花茶果，要与仙佛结缘。道中所实行的礼节称为周公大礼，是大家曾经听过、未曾见过最庄严的礼节，所以请大家肃静，男女分班。男左女右。两边排班，对面坐椅。右拜位，座椅，位，反扣手，一扣，再扣，上不说。起，座椅。前进就先位，座椅，火热为归，反扣手，一扣，再扣，上不说。前，位。集美齐，双手接，集美齐，座椅，双手奉行，集美齐，一扣说。诚敬奉献，上倾下浊。座椅，一扣说。前，位，集美齐，双手接，集美齐，座椅，双手奉行，集美齐，一扣说。诚敬奉献，上所居中。座椅，一扣说。
敬奉献。座椅。一扣说。献。跪。李美琪双手接。李美琪座椅。双手奉行。李美琪一扣说。陈敬奉献。下手居中。座椅。一扣说。献。跪。李美琪双手接。李美琪座椅。双手奉行。李美琪一扣说。陈敬奉献。座椅。一扣说。献。跪。李美琪双手接。李美琪座椅。双手奉行。李美琪一扣说。陈敬奉献。座椅。一扣说。献。跪。李美琪双手接。李美琪座椅。双手奉行。李美琪一扣说。陈敬奉献。上手居中。座椅。一扣说。献。跪。李美琪双手接。李美琪座椅。双手奉行。李美琪一扣说。陈敬奉献。座椅。一扣说。献。跪。李美琪双手接。
起，一叩首，诚敬奉献。座椅，三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首，起，座椅，各归拜位。从座椅跪，三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首，起，座椅，两遍归班。对面座椅，献供茶礼毕鞠躬。请示，请示，拿毛巾请示，拿毛巾请示本传师。现在就要请无极老母以及诸天神圣灵坛来传道，这叫神人合一，所以请大家衣服穿整齐，纽扣扣好。请坛就位。两遍排班，诚敬请坛。大众持戒可人基板，起胜利观。请大家衣服再整理一次，纽扣扣好。常敬请坛，八卦炉中起前面，一化生木见面坛。完毕即奏是良友248数护法坛。南无诸禅诸神言然，右手无数者所变。雷部、风部、无部、龙部各些莲耳等功力系统严谨通上天道道显然。初步神真不必灵坛，为神天主巧妙外。一然就然，意在除样，意善相助，意事相伴。大觉远退，星耀连观，连地顺数半天盘上的之事。以现在本界世界，可今日主正了上天。莫名主正道传玄简道正道问转无论解，所以每几天，事实将作为特写。对面座椅，就拜位。第一位，第二位，第三位，第四位，第五、第六位，座椅位，出现香三字，一线再线，三线，三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首，起，跪，两线香三字，四线，五线，六线，三叩首，四叩、五叩、六叩首，起，跪，中线香三字，七线、八线、九线，三叩首，七叩、八
起，坐椅跪，献香五字，一线、再线、三线、四线、五线。五叩首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首。跪读，我依照许愿，明日在此许愿，有事的发到圣人行天堂前，见将年岁门上用题目在名上联下。一叩首，一叩首，又圣者上弥勒古佛，一叩首，一叩首。三天地日中，十万生修道的因地同属三的不是温书猫，大是圆满图貌母亲。三叩首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首。请求大人平心静气，跪听读表。